但是要学台语，环境就真重要。伫中华鹿港就9点钟举办台语的主题活动，配合台语绘本10粒卵，一本绘本的内容出10项菜，互囡仔是哪学做菜，哪讲台语。 用趣味活泼的游戏，互囡仔兄、囡仔姊了解家母是安怎生家卵的。中华鹿港5点钟举办台语主题活动，配合台语绘本10粒卵的内容来料理，有鸡卵糕、菜脯卵，佮有爱考功夫的三色卵。我今仔日要做的三色卵，即马咧切皮蛋甲咸卵。会使在地煮菜脯卵，有好爽无？有好食。 负责设计课程的苏珊老师表示，鸡卵是生活中真接看到的食材，透过绘本加体验活动，互囡仔对食食有基础的概念，食谱的教材也特别用罗马拼音来写，互囡仔人来念看卖。伊爱看我的食谱内底写啥，啊，即摆我有较特别用心写迄食谱内底有一寡咱的迄罗马拼音伫内底，啊，互因去看，迄个要怎念，啊，做出来料理是啥物味安尼。老师伫上课毋是干那煮食尔，伊伫上事先伊得用台语的绘本，囡仔着对即个料理的过程是足熟悉的，啊，袂讲感觉足青分的安尼。 囡仔人为传料开始，甲爸母做伙完成料理，满满一底的有甜的，也有咸的，食家己煮的料理也感觉特别好食，有滋味。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，营造友善的语言环境是真重要的。透过浸水式的课程，互囡仔人毋但学做菜，嘛讲台语，是真好的学习经验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